这场由不用客气设计有限公司 CEO 朱宗文上策划，和台南和顺国小甲日本万聪小学校的囡仔进行友谊交流，各自介绍家乡的特色。策划人朱宗文上表示，这场跨国友谊活动之所以会展开，是因为受到山口县渔部市长的支持，以及台史博馆长的帮忙才促成。私の地元山口県の宇部市の子供たちがぜひ。我本身是山口县渔部市人，那我在渔部有进行演讲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时候有渔部的市长，还有那个时候渔部的学校老师都有听我的演讲。那时候渔部市就说：“你的理念很好，那我很希望可以跟台湾做一些国际的交流，那就因此我就开始找台湾的学校，那就因缘际会有认识历史博物馆的馆长，那馆长就帮我们牵线说和顺小学，所以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渊源。两校在去年7月展开首次交流，当时的主题是双方学生共同创作书法赖贴图，成功创作话题。这次是第2次交流，和小朋友透过书信往来，更加了解互相彼此。这是我们第2次跟山口县万昌国小的交流。那上一次是透过视讯交流，那进行书法赖的贴图创作。那我们希望做深度的交流，所以有了这第2次。他们从赖贴图到现在笔友，然后写信回来啊。其实这个笔友我们已经经过了半年，我们才收到。可是孩子们现在看到他们很新鲜的表情，就觉得我可以弥补自己小时候的遗憾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啊！也谢谢上天赐给我们班这样子天下掉下的礼物。为表达对着这段友情的重视，和顺的小朋友也透过谷歌翻译，将心中想要讲的话翻译成日语，写入去书信当中。阿妈，我的家。暑假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来这边，就是跟他们视讯，然后有做那个书法的那个赖的贴图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是跟他们写信来交流，我又觉得。就是很新鲜的体验。我想跟他们交流的是说，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们台湾的有哪里的特色，然后也想知道他们日本的特色是哪里。下次去日本的时候可以去看看。除了写批，和顺国小学生也拍摄影片，介绍校园风光以及学校的教学特色，让日本的小朋友在毕业进前对到台湾校园会当有更加侪认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